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Olias。今日同大家講解下呢個 DSE Econ 2017年 Paper One 第9條。咁呢一條呢，如果大家要煩惱嘅話呢，咁應該一係煩惱揀 A，一係揀 C 噶啦。咁我哋呢望一望佢所講嘅物品先。咁咧呢度呢，一個呢，佢就係賣便服，一個呢，就係賣一個高級嘅服裝同埋一啲套裝啊。咁其實咧呢兩種呢，雖然都係衫，咁但係呢，其實呢，你都係有少少嘅差別喺度嘅。咁即係譬如咧，如果你係落街食個 M 記嘅，OK，咁你唔會着到成套西裝咁樣落去噶嘛，OK，咁同樣道理啦，OK，如果咧你去一間大公司見工，OK，咁咧你亦都唔會着一啲頹 T，OK，咁樣去見工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我覺得佢哋咧就係相關，但係咧就唔會互相競爭，所以咧我咧就傾向個答案咧係 C 側向嘅。咁即係點樣先至係玩香啦？OK，咁就係咧你一間便服嘅零售商，OK，又開多一間賣便服嘅零售商，咁樣咧就先至會係 A 咯。咁呢條片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，歡迎 like 加 share。想睇更加多，請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Facebook 專頁 Outline Economics。大家如果有乜意見呢，就請喺下面留個 comment 話我知啦。